Hello， 姐姐，你叫咩名啊？ Hello，我叫 Riatu。哦，今年幾多歲I'm 42歲。？42歲，喺香港做咗幾多年啊我做4年， ？4年喺香港，係啊照顧咩人啊？照顧小朋友。小朋友幾多歲？ 12歲，仲有5歲。哦，負責做啲乜嘢啊？煮飯啊，清潔啊，買餸啊。哦，咁有冇喺新加坡做過嘢啊？有啊，哦，做咗幾多年？我做6年。同一個僱主啊？係啊。哦，咁係咩人嚟㗎American people。 ？American people 啊？ Yes。哦，美國人。咁做啲乜嘢啊？主要係一直係照顧 BB 煮飯啊。係 BB 煮飯。嗯。哦，咁樣好啊，唔該晒姐姐， OK，thank you。拜拜。